我说了半天，你一句没听见。我那么小声骂你，就听见了。嘿，你还敢骂我是偷羊贩子？徒儿们，徒儿们，给我打！哎呀，再打！ 艾迪，别想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冬青姐，我一看到那个拉琴的老伯，就想我爹了。里边请。去，看见了吗？蓝水番秀菊亮，看见了吗？就是他们俩。南肯，你确定就是他们？哼，他们俩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认识。那还等什么？上，走！你们干什么？以为躲得了？识相的乖乖跟我们回去。哎，走！你们是谁呀？哎，好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废话，给我打！别打我爹！别打我！你放开我！哎呦！季姐，你看你们太过分了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。艾迪，别管他们是谁。冬季姐，你看他们。艾迪，可是他们，你们这群干嘛？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老子就是王法！你打！救命啊！给我打！住手！走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一脚！给我抓住他！住手！是的，太厉害了！别捣乱，快走！臭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老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刚才真是多谢二位姑娘了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没事儿，有我们俩姐妹在，那些人不敢再来欺负你们。别多说了。哎，二位姑娘要走啊？对啊，我们还有事儿呢。别多说了，快走。二位姑娘请留步，老汉还没有报答二位姑娘呢。不用了，我们不需要你报答。那怎么行？小女子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是知恩图报的道理还是懂得的。这样吧，天色不早了，就请二位姑娘到我家暂住一宿，也好了去我跟我爹的报恩心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赶路，我都饿得不行了。一会儿上你们家大吃一顿。哎，弟，冬青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又没说错什么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就请二位姑娘行行好吧。刚才那4名恶霸被你们教训了，肯定心里不服。要是晚上找上门来报复，我跟我爹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你说的没错，今天晚上我就上你们家，看那些恶棍还敢不敢来。艾迪，你忘了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吗？冬青姐，这闲事我管定了。你看他们多可怜啊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冬青姐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这事我一定要管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无话好说。冬青姐，冬青姐，姑娘，我和我爹可就全靠你了。没问题。羌笛频吹韵更悲，异乡做客触栖归。南来孤雁如怜我，牢记家书转达之。好事！你吓死我了！你说是好事，你听得懂吗？哎呀，当然听得懂了。小少爷，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就是熏，也能熏出个文人骚歌来了。那你告诉我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这你还真蒙不了我，小少爷。听着这首诗写的有点像那个老二，不是那个姓孔的那个，这孔老二。孔子啊，他老人家从来没写过诗。那肯定是他，爱喝酒，老躺大街上睡觉那男的。
喝酒躺着睡。李白，肯定是李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还是错。李白擅长写绝句，我刚才吟的是律诗。太麻烦了，这么多名我哪记得住啊？你就跟我说什么意思吧。这首诗啊叫《文姬思汉》，意思是说在东汉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蔡文姬，他呀很想念家人，他已经有12年没回过家了。才12年啊，还没有我离家时间长呢。他呀特别希望姑爷能帮他捎来一份家书。蔡文姬还有家人写家书给他，可是我再也没有人给我写家书了。小少爷，是不是想家了？想爷爷了吧？我想花姨，想姐姐，想艾蒂姐，还有英英、燕燕姐姐她们。天哪，你还想那么多人呢？我就想一个，我想冬晴姑娘。哎，也不知道冬晴姑娘跟那个壮得如牛的艾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这个死丫头，说好了说话算数，又变卦。看你一会儿来不来找我。我这祖传的药酒啊，治跌打损伤特别有效，要不要给你们揉揉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自己来。混蛋，眼看就要逮住那对父女了，没想到半路却杀出来2个恶婆娘。不是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下次要想再逮住这种人犯，就没这么容易了。你们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又是你这个恶婆娘！你助纣为虐，帮助那对妇女害人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各位真的误会了，我跟那对妇女并非一路人。我想问，他们真的是人贩子吗？难不成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还骗你一个姑娘不成？那对妇女丧尽天良，被他们糟蹋拐卖的女孩不知道有多少了。英雄哥哥，我喂你喝粥，小心烫哦。哎，小少爷，不行，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干嘛呀？什么干嘛？英雄哥哥，英雄哥哥的，你心里还没有马上飞，马上飞，马上飞啊？怎么了呀你？好端端的，你跟谁发脾气啊？跟你这个白眼狼，没良心！你骂我没良心？我这么乖，不快问话的时候我还救了你，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对，你是救过我，可是你自打有了新朋友，你就不理老朋友了。你胡扯什么呀？什么胡扯？你好好想想，你拍着胸脯想一想，从小到大是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？有好吃的先让你吃，有好喝的先让你喝，有气我先受，有打我先挨，我那点对不起你啊！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这跟你对我发那么大脾气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一出生，除了你爹娘就先认识我，你跟他才认识几天啊？刚才你居然要为他喝粥，你什么时候喂过我喝粥啊？哎呀，原来你为这种小事生气呀！对你是小事，对我是大事。马上飞，你年纪不小了，也该懂点事了吧？你说你好手好脚的，自己能为自己喝粥啊？英雄哥哥跟你不一样，他都成那个样子了，咱们要是不管管他，他不得活活饿死啊？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他没饿死，我先累死了。你看他天天舒服的，躺在箱子里边，我这天天清汤寡水的，还得拉着他，死沉死沉的，我容易吗我？好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那以后我不骂你蠢，骂你长得像只大笨象，行了吧？这还像话？我家到了，请吧。哇，你们家这么漂亮啊！现在卖唱也可以赚那么多钱。姑娘，你是不太懂吧？现在卖唱可挣不了几个钱。哦，那你们肯定是做别的买卖了吧？姑娘，您说对了，我和我爹是做了别的买卖。哦，嘿嘿。那什么买卖可以赚那么多钱啊？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。好，上茶。请喝茶。姑娘，您喝茶。